同样请市长为我们来拆信封哦。季军是角色之城，台南五亚，季军的得奖者是绽放彩色光芒的日常。在台南透过故事幻化，将对方的想法转化为有机的符号，片中各位艺术家内心的自述，飘荡里带出了文青与旅人的文化想象，画面充满意境与内涵，风格运用独具巧思。非常的恭喜绽放彩色光芒的日常获得我们季军的殊荣，非常的恭喜啊！好，以下我们的得奖者，我们发表得奖感言，也请市长稍作留步哦，请市长稍作留步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个部片的音乐负责，然后我们导演他现在人在澳门，所以他请我代表发表感言。然后今天就谢谢就是这个活动，然后评审。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得到这个奖，所以当初片名希望叫做“绽放彩色光芒的日常”，是希望透过影片让大家看到台南独特的光。所折射出来不同颜色的美，其实是在拍摄过程中，我们感受到的是台南这些光，在日常的温度里是很温暖、很人性的。特别感谢这段日子给予我们协助的被拍摄者，还有所有人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再次的恭喜绽放彩色光芒的日常获得我们季军的殊荣，再次的恭喜啊！好，那么我越来越紧张了哈，来，请市长呢为我们来揭晓我们亚军第2名喽。好，在我们今年呢角色支持的我们的第2名会是哪一支影片呢？角色之城，台南五亚，亚军哈，得奖者是南南放送局。非常的恭喜！实际透过拼贴，展现传统台南的朴实生活中各行各业持之以恒的踏实做工，色彩浓烈，背景音乐兼具巧思，独特的制作手法呈现出细致的纪实风格。也请我们的香莲老师一起上台，好不好？我们的指导老师，请老师也一起上台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老师又到我们的这个颁奖典礼现场哦。也请老师一起上台。哇，我们这个亚军呢是有8万元奖金的一个鼓励哦。8万元。好，再一次的恭喜哦，我们这个南南放送局获得我们第2名的殊荣。以下的得奖者跟我们来分享我们的得奖感言啊，也请市长稍作留步哦。好，来到我们的这个舞台中间。好，到我们的舞台中间啊。非常感谢主办单位这一次提供的一个机会。那我们也经过3次的工作坊，就是虽然很辛苦，可是我觉得从创作，然后跳脱创作者的角度，更客观的去看到自己的作品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，但也是可以让自己的作品变得更好的一个方法。这样。那我就是非常感谢这一次团队的努力，以及我们指导老师香莲老师的一个指导，谢谢。谢谢，再次恭喜我们的南南放送局获得我们亚军的殊荣跟肯定哦，再次的恭喜哦。好，我们越来越紧张，我们已经颁发了5个奖项了嘛，所以最后我们还有5支影片要，5支影片当中呢选择我们的冠军，所以现在应该。刚刚没有上台的，应该大家心情都非常的紧张的哦。好，请市长我们来揭晓我们在今年的冠军的作品。角色之城，107年公用频道影片征件活动，台南五亚，冠军的得主是他的城南旧事。老阿的船上，阿嬷的口述回忆，带出过往生活的记忆与时代变迁。
所以呢，互动的平时自然，情感的绵密真挚，音乐相应，简洁流畅，故事深刻。哇，非常的恭喜哦，他的城南就是获得了我们整个冠军的殊荣，也请我们的洪翔老师一起上台好不好？洪翔老师，好，我们的指导老师，好，也请老师一起上台哦。哇，非常的恭喜哦！他的城南就是呢，获得我们在今年角色之城我们用频道影片征件活动冠军的殊荣，而且奖金是有11万哦，很重哦，太重了。好，来请我们的得奖者跟我们来发表我们得奖感言。好，也请市长一起好不好？冠军了。各位长官，然后还有各位与会的贵宾，还有这个主办单位。然后各个媒体单位，大家好。我其实有想好讲什么，但是吓死了我完全忘了。那首先就是谢谢各位，就是耐心的看完我的影片，然后其实自己是影像的初学者，所以对于这次真的有一点受宠若惊。然后谢谢大家给我这次的鼓励，让我可以。在这个影像拍片的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，然后也要谢谢我的家人，就是今天给我来到现场。然后我想说，就是这部片没有我的家人就不会有这部片。然后还有谢谢我们的指导老师，还有我的伙伴，就是他替我就是拍片，然后茫茫的素材大海里面，然后挑出了这些片段，然后剪接出来，最后呈现这样的故事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要感谢我的阿嬷，对，她今天就是因为就是路程太远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到现场。但是我回家之后可以就是每天放给她看，对。然后我想跟她讲，就是就是陪伴家人是很重要的事情。然后我也在这一年里面学到了怎么跟家人的相处，这样。然后非常谢谢大家。再次的恭喜，非常的恭喜。好，再次的恭喜哦！他的城南就是获得我们冠军的殊荣。那么现在，请我们所有的这个入围团队，请我们的处长，好，一起上台，请市长多做留步哦。我们一起来一个大合照哦。请我们所有的指导老师，我们10组的入围团队，好，大家一起上台，还有我们的处长，好，邀请大家一起上台哦。为我们在今天角色之城台南有影100盒青年公用频道影片征件活动间的颁奖典礼哦，哇，画下一个美丽的一个句点哦。好，邀请到我们所有的入围团队，我们10组的入围团队一起上台。好，还有我们的指导老师，我们的指导老师香莲老师、洪翔老师，还有东仔老师。好，请我们的指导老师一起上台哦。好，大家可以拿着我们的这个得奖的奖状哦，还有我们的奖金哦，以及我们的入围团队哦，大家一起上台。优秀。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呢，真的有入围。